玉大人，玉大人，公主跟沈大哥在醉仙楼打起来了。走，去醉仙楼。你为什么不躲？我知道你不会伤我。你少油嘴滑舌。我已经找到证据了，十二宫并没有盗取镇银，是被冤枉的。你别再骗我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我要找的人就是你，一直都是你，你不要再骗我了。我要是早说的话，我就不会再见到你了。我以后不会再骗你了。你别废话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邢律师和王宫有2份密档，记录镇银案的案情完全不一样，是有人篡改过的。只要你跟我回邢律师看一眼，你就知道，这个案子里面一定有内情。邢律师，还有另外1份密档。你随我一看便知。那如果不像你说的那样呢？由你处置。我先让花姐把小王子藏起来。玉大人，如此兴师动众，您这是为何呀？我这小店可销售不。我在邢律师生活了这么长时间，竟然没发现还有这么一个地方。一会儿你看到档案，自然就知道了。这个镇银案竟然有这么大的漏洞，而且还有涂改痕迹。按照邢律师的规矩和我朝的律法，是绝对不可能这样的。所以我才说，这个案子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能够修改密档的人，不用我多说，你也知道谁有这个资格。沈瑶，你为什么对镇银案这么执着？我进京城，就是为了查镇银案背后的真相。我进邢律司也是。我不相信我父亲和12宫的其他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只有找到真相，才能还12宫清白。这是我的责任，我不能放弃12宫不管。之前我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也不了解邢律司，所以我才对你隐瞒这些的。隐瞒？
所以，沈家村是假的，乡下神探也是假的，所有的都是假的，就连你沈瑶这个名字也是假的，对吗？还有，你明明知道我在查12宫，你却藏在我身边，每天看我像个傻子一样，你到底拿我当什么？启禀大人，我们已经查过，公主没有来过醒律司。好，通知大家，继续找。是大人。这就是我的全部秘密了，今后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。你为何还放不下沈瑶？果然还是我大哥厉害，才这么一会儿就把他摆平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找打你？你干嘛？有大哥和花姐姐在这儿，我不怕你啊！揍你！万捕头，就别和小孩子计较了。你就是欠揍。他也没说错什么呀。不许再说了。你还笑？今儿可美了。哎呀，我原谅你干嘛啊你？你别太过分啊！沈瑶，你骗了我这么久，我真的很生气。但是你一个人承担了所有，也很辛苦吧？没有办法，
天机12宫，我不能放弃，因为那是我爹的心血。我这么做是想替我爹伸冤。本来你不该知道这一切的，可我不想再骗你了。我希望你不要再这么辛苦了，不要一个人去承担所有。要知道，我在你身边，不要为了保护我而骗我。灵儿一个人喝。
父王。你这是何意？父王，儿臣求您推迟这次和亲。这种事情，你无需再说。朕言案未查清，我不能就这么走。而且哥哥不久前才受到孔明灯袭击，请父王给我时间查案。这不是你能决定的，查案自有玉长风等人前去。你看看你现在所作所为，哪儿有一点公主的样子？您只需要再给我1个月时间，我和沈瑶定能查清真相。短唇，你身为公主，任意妄为，搞得鸡犬不宁。凡事不顺心就使性子，到了苦荣，如何为南朝谋福祉？我下去吧，回宫好好思过。我们一起，你为兄长，我为12宫，一起找到真相吧。我只是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。会有的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，让你能够留在南朝。沈瑶，你想留我，可是我的家人却不愿意再留我了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秋姨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行旅司岂是你能随便进来的地方？我现在就站在这儿，玉大人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拿着。送你的生日礼物。怎么，怕被别人看见啊？想不到堂堂玉总捕头，也有怕被别人发现的秘密啊！你来这里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还有这礼物，拿过去吧。你这儿有这么多礼物，都是别人送的吧？别人的礼物可以收，就我的不收。怎么？是不是在你心里
我很特别呀。嗯。梨汤的钱和帮助之恩，只要姑娘开口，我一定全力报答。于大人，你别急呀，我刚刚送了你生日礼物，你可又欠了我一个人情。我刚好凑成了一个大人情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吧。于大人，皇宫派人来叫您入宫。大人请，我可得好好想想。等我想好了，再来找你。于大人，哎，秋姨。进来。于大人，您刚才说什么了吗？没有。于大人，刚才宫中来旨，现在让您进宫。备马，现在我即刻入宫。是。玉，众爱卿，今逢重阳佳节，大家开怀畅饮，不醉不归。谢陛下。王子殿下，此酒乃我南朝佳酿，名为桃花醉，好酒，不妨多饮几杯啊！大人，来，小王也敬您一杯。请。陛下，我库容部已备了节礼，想送给王上陛下。和良王子备的什么奇物啊？库容周边游牧部落近日进贡了一匹宝马，我父惦念王上陛下，现已将宝马送进京城，以示两朝交好之谊。啊，好啊！现在宝马在何处啊？就在马场之上。哈哈哈！众爱卿，随朕一起去马场观马吧。臣遵旨。
此马还是由我库容领回去吧，以免伤了南朝的勇士，伤了两朝的情谊。哼！父王，儿臣想要一试。父王，公主殿下，您若是上了，那咱们南朝可就再也没有人能降服此马了。宇长风，微臣在。历来行律司总捕单骑，南朝众人皆知。玉总捕头可愿一试？微臣领旨。此马如此焦躁，一定是相龙刚才有意惊吓导致。玉大哥，相龙大哥，你快上去把马给驯服了呀！哎，此马既然送给了南朝，那自然由南朝人自己来驯服。微臣献丑了。沈捕头，这匹性情刚烈的马，你是如何让它平静下来的？微臣注意到，此马之所以焦躁不安，是因为它受到了人的惊吓，故而臣把马的眼睛蒙住，然后安抚好它，让陛下见笑了。好，沈捕头，好一双鹰眼呐！宇长风，微臣在。刚才落马没有大碍吧？多谢陛下关心，微臣无事。无事就好。本使还担心这摔伤了南朝的勇士，伤了两朝的情谊，回去可要被大王问罪的嘛。长史多虑了，这驯马本就危险，受伤也是常事，朕不会怪罪的。众爱卿，随朕一起回殿吧。沈总管今天立了大功，一会儿得多饮几杯。多谢陛下。于大哥，于大哥没事吧？多谢公主关心，下官无事。
没事就好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等宴会结束，我们准备去醉仙楼，玉大哥要不要一起啊？不必了，下官还有事情要去行旅司处理，恐怕……那要不晚上一起到5宫里，我们做糕点吃吧？那带下官去行李司处理完事情。好，那我们等你啊。回宫，记得。哎，今天哥给你加点吃。哥，你说今日这醉仙楼他忙不忙？你以后就懂了。我花姐姐，花姐姐，隔着门就听见声音了。赫连公子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啊？是不是吵到花姐姐休息了？赫连公子多心了。公子找奴家有什么事啊？哦，对，我头一回过重阳节，想请花姐姐一同出去游玩。不知花姐姐方不方便啊？他都嚷嚷1天了，花姐你就给他个面子吧。小虎一大早就心心念念想找花姐登高游玩，重阳佳节，花姐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，不如我们几个一起游山玩水，岂不畅快？对啊，花姐姐一起吧。恐怕要让赫连公子失望了。今天重阳，醉仙楼客人也多，奴家实在是抽不开身啊。哦。